我要送俾你全屋空調加一部75寸大電視。惠州中原聯合騰雲舉行嘅618年終福利活動，只要通過騰雲成交就送一部75寸嘅大電視同埋全屋嘅大空調。今日推薦俾大家嘅就係品質學府現房鴻泰花園。樓盤距離深圳只有2.多公里，去到深圳地鐵沙田站只需要15分鐘，自己揸車1個鐘就可以去到福田羅湖。樓盤總建築面積大概20萬方，物業公司係全國 Top 10之一嘅金地物業。除咗距離深圳近之外，周邊配套一應俱全，8分鐘到萬達同大亞灣兒童公園，11分鐘可以去到惠灣城市地標城記1中心，12分鐘就可以去到益田廣場。最重要嘅係距離大亞灣京師實驗學校只有330米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係123平方，大概1323尺，5房2廳2廁。接落嚟，大家跟住我睇下呢個123平方係點做到5個房嘅。門左手邊就係一個多功能陽台，呢個陽台只計算一半面積，建議可以改成麻雀房或者健身房。右邊呢就係廚房啦，廚房咁入口呢嘅好處就係買完餸返到屋企可以第一時間擺低啲餸。跟住呢，我哋就嚟到一個南北通道嘅一個起居空間啦。客廳呢、餐廳呢都係自帶一個陽台嘅。客廳闊景陽台呢，可以睇睇風景，種下花花草草。餐廳陽台可以擺洗衣機，洗完衫就喺度直接晾衫。公用廁所採用乾濕分離設計，各個功能互不干擾。睇完起居空間，再睇睇我哋嘅休息空間啦。呢個呢就係第一個嘅睡房啦。右手邊呢個呢就係我哋個第二個睡房啦。然之後呢，最後呢個呢就係我哋第3個睡房，亦即係我哋嘅主人房啦。然之後呢，你可以睇得到我哋嘅主人房呢係比較闊嘅，係自帶一個套間嘅。另外呢，佢嘅窗呢係落地窗，可以直接睇到我哋小區嘅成個花園噶。最後呢，睇睇我哋第2個功能陽台啦，同第1個功能陽台一樣，都係只計算一半面積。呢個陽台呢，私密性就更加好啦，建議可以改成私房。然之後呢，佢哋景觀呢可以睇到別墅區噶。咁正嘅單位呢，首期呢只需要5萬蚊，月供呢4000蚊左右就可以噶啦。而且呢，而家通過騰雲成交呢，我哋可以送你全屋嘅冷氣，加一部75寸嘅大電視。想了解更多樓盤嘅優惠及資訊呢，請快啲關注我。